现代台语版圣经启示录第12章。后来，伫天顶有一个大景象出现，有一个妇人人身穿日头，脚踏月娘，头戴12粒星的花冠。伊怀孕要生囝，在喙唇痛疼嗷叫。伫天顶阁有一个景象出现，有一只大只赤色的恶龙，伊有7个头、10支角，7个头戴7顶王冠。伊用尾溜甲天顶1/3的星扫落地。迄只恶龙徛伫得要生囝的妇人人的面前，等候伊的囝生出来，通甲伊吞落去。迄个妇人人生一个查甫囝，这个囝要用铁管治理万国。毋过，伊的囝互人接去上帝面前，到伊的宝座遐。迄个妇人人逃走去旷野，伫遐上帝有甲伊备办一个所在，互伊通得到照顾1260日。后来，伫天顶有战争，米迦勒甲伊的使者去甲迄只恶龙交战，恶龙嘛甲伊的使者起来应战。恶龙大输，伊甲伊的使者伫天顶就无所在通住。迄只大只恶龙就受下落去，伊就是迄个老蛇，叫做魔鬼撒旦，全人类的迷惑者。伊受下落地，伊的使者嘛拢甲伊做伙受下落地。后来，我听见伫天顶有大个声讲：现在咱的上帝的拯救、权能甲主权已经实现，伊已经显示伊的基督的权柄。迄个明日伫咱的上帝面前，控告咱的兄弟姊妹已经受下落去。咱的兄弟姊妹靠羊羔的血，甲因所见证的信息，已经较赢迄只恶龙。因甚至到死，都无惜家己的性命。所以，遮个天甲踮伫迄中间的，拢着欢喜。总是地甲海惨啊！因为魔鬼已经气噗噗落去恁遐，伊知影家己的时无久啦。迄只恶龙一个知家己已经受下落地，就去入迄个生查某囝的妇人人。妇人人有得到大只鹰鸟的2支翅，通飞去旷野，到伊家己的所在，伫遐得到照顾3年半久，无受到老蛇的攻击。迄尾蛇伫妇人人的后面，对喙吐出亲像大河的水，要甲伊冲走。毋过，大地帮赞妇人人开喙，甲迄只恶龙吐出来的河水吞落去。恶龙就对妇人人发脾气，去甲妇人人其他的子孙交战，就是遐个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以及持守耶稣的见证的人。后来，迄只恶龙去徛伫海平的山顶，